咁我咪違背咗我想嚟外國體驗生活嘅初衷咯。當時真係冇500萬 yen 喺手，唉，呢一個位可能又會俾大家鬧，咁所以我先至會話當初嘅我好廢咯。こんにちは、シュです。咁呢一個禮拜啦，喺在日港人圈入邊咧最 hit 嘅話題咧，一定係裸辭嚟日本嘅。咁我知道咧呢一度有好多啱啱 subscribe 咗我 channel 冇幾耐嘅新觀眾啦，可能就係知道咧我係一個喺日本住咗就快8年嘅香港人啦。咁就啱啱辭去咗日本正4年嘅工作啦，同埋有一個日本嘅老公。但係咧，其實咧8年前咧，我都係一個裸辭嚟到日本嘅人。2017年啦，我冇錢啦，日文嘅 level 只有 M5 左右啦。其實掉低書包已經有5年咁多噶啦。一個人嚟到日本咧，重新開始我嘅讀書生涯。咁所以咧，我睇到嗰條片咧，就講香港人裸辭嚟到日本生活好困難咁樣啦。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啲共鳴嘅。喺之前咧日本5週年嗰條片啦，我有分享過我係嚟日本留學嘅。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我喺 working holiday 啦，同埋呢一個留學咧係猶豫咗一段時間。咁對於咧當時咧20幾歲嘅我咧，我係好想試下趁後生啦，去體驗一下外國嘅生活啦。咁 working holiday 同埋留學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去完成呢一個夢想。但係考慮到咧體驗生活之後咧，我係需要翻到香港做嘢啦，咁我就聽咗我朋友嘅意見啦，咁就決定啦用錢咧嚟到日本留學1年嘅。咁總之日文就係學到幾多得幾多啦。咁我至少咧我有一個一技之長攞翻香港咧，令到我可以更容易去揾工。當然啦，有人會講，喂 working holiday 都可以學日文嘅啫，甚至其實你留喺香港都可以繼續學日文㗎。花夠錢去外國去日本讀書根本就係多餘，冇必要。咁但係咧，我就好知道自己嘅性格啦，我係嗰啲咧唔俾人推到埋牆角咧，我係乜都唔做嗰啲懶鬼啦，我就會有動力去讀書。Anyway 啦，咁我最後咧都係揀咗咧嚟日本留學1年嘅。網上邊有好多留言就講，哇，20幾歲連500萬 yen 都冇。對唔住啊，實不相瞞咧，當時嘅我係更加廢嘅。當時真係冇500萬 yen 喺手，咁交咗1年嘅日本語學校嘅學費啦，同埋學生宿舍3個月嘅租金之後啦，我手頭上剩翻嘅錢真係唔係好多咯。其實當時嗰個心態係有少少阿 Q 精神嘅，就會諗唔緊要啦，用咗呢啲錢都係投資落自己嘅啫，冇問題。總之日文學到幾多得幾多啦，大不了咪之後翻香港再揾翻工，將啲錢賺翻嚟咯。而家諗翻轉頭就覺得嗰時嘅自己好幼稚咯。明明咧我係20幾歲嘅時候一早已經有呢個目標，有呢一個夢想，但係點解我嗰陣時可以做得咁少錢？因為我手頭上嘅錢實在太少啦，人又好不安啦。咁所以我嚟到日本之後，成個心境啊、心情啊、mental 啊都未 settle down 咧，我就已經好急不及待去揾方法賺錢去維持我嘅生活。咁所以咧，我就用咗最老土、最直接，又或者可能叫做最低效率嘅方法啦。我就喺日本打工嘅。當時咧，我留學嘅地方咧就係東京隔離嘅千葉啦。呢一度係有超多嘅工廠嘅，所以我嚟咗日本大約10日左右啦，我就透過咧派遣公司咧揾咗一份工廠妹嘅工。其實我唔係做過呢份工好耐，但係咧我仲好記得嗰時嗰個情況。咁我就喺咧嗰啲專門供貨俾便利店嘅甜品廠同埋便當廠度做嘢啦。呢一份工咧，首先你要其中1日嘅喺嗰條生產線度其中1日啦，然後你就會重複住一個動作1日嘅，即係例如咧你用條匙羹滗一啲咖啡啫喱落個杯入邊啦，又或者便當盒裏面你要放嗰塊假嘅綠色葉咁樣啦，真係咧用時間同埋體力換錢，但係鬼叫我嗰時唔識講日文咩？我唔知道呢個算唔算係日本生活其中一個好處啦。由我嚟日本到而家都好啊，日本嗰個年輕勞動力係嚴重不足嘅。換句話嚟講咧，你只要肯做，你唔揀 job，你唔怕做體力活嘅話咧，即使你唔識講日文都好啊，都會有工作機會嘅。咁但係咧，工廠妹呢一份工咧，你係完全冇辦法去練習到你嘅日文啦。咁所以嗰時我冇錢都好啦，我都好任性咁樣辭咗職。然後咧，我就轉工打大佬，一嘢就去挑戰咗便利店嘅工作。咁有關於我便利店工作呢一個經歷，大家可以睇翻呢一條片嘅。當時咧，俾便利店嘅店長欺凌咧，我係超級無敵想翻香港咯。
喂，大佬啊，我嚟學個日文啫，點解我要遭受到呢一啲帕哇哈啦，遭受到呢啲無理嘅對待？咁喺留學嘅期間，我對住屋企人咧，盡量都係報喜不報憂嘅。咁話晒都係我自己掉低屋企人咁任性，一個人嚟到日本啊！我冇理由咁廢咁樣同屋企人講，喂，我喺日本撈唔掂啊嘛！但係嗰時咧，好少 send message 俾我嘅老豆咧，我唔知點解佢突然間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佢就同我講：女，去日本有咩用啊？人離鄉賤啊！都係留喺父母身邊好啲。哇！我係突然間睇到我老豆呢一個突如其來嘅 message， 我係爆喊咯。當時我又唔係啲咩 YouTuber 啦，即使我係 YouTuber 都好啊。咁帶走返香港其實都冇乜所謂啦，係咪先？咁但係冷靜落嚟諗清楚啦。哇！我咁難得下定決心攞辭，用晒我20幾歲做嘢儲落嚟嘅錢嚟到日本去學日文，就因為一個打擊，一個小小嘅便利店嘅店長而放棄，我好唔甘心咯。如果我就咁就走咗嘅話，咁我咪違背咗我想嚟外國體驗生活嘅初衷咯。因為異地嘅生活咧，冇可能係一直一帆風順嘅，一定要學習一啲唔好嘅事。再加上咧，喺日本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啦，不論係香港人啦定係日本人啦。喺大家嘅幫助之下咧，我就堅持落嚟啦。我由細到大咧都以為自己係一個適應力好強嘅人啦。我唔怕一個人去新嘅地方、新嘅環境、返新嘅工、識新嘅人。但係我冇諗過，我最後係花咗8個月嘅時間左右啦，我先至有我開始適應到日本嘅生活嘅覺悟咯。明明我當初計劃係嚟留學1年啦。居然係差唔多留學就嚟完嘅時候，我先至開始適應呢一度嘅生活。咁呢一次日本生活嘅經歷啦，令到我認識到自己嘅不足啦。我以前所謂嘅新嘗試啦，其實只係喺香港一個我生活咗20幾年，我非常熟悉嘅地方裏面進行。咁當我真正獨自一個人嚟到日本生活嘅時候，原來我係咁弱雞啊！當然啦，去外國體驗生活係唔代表一切嘅，有好多好厲害嘅人，即使一直喺香港都好啦，佢哋都可以做到不停檢視自己，不停去成長。但係對於我嚟講啦，我係好感謝當時毅然攞辭嚟到日本嘅自己，令到我咧知道自己有幾咁多嘅弱點。呢個時候咧，我嘅日本留學生活得返4個月啦，我覺得真係唔夠咯。我咁難得，終於覺得比較得心應手喺呢度生活啦，得返4個月真係太短啦。咁於是咧，我就萌生咗咧，我想繼續留喺日本嘅諗法。當時嘅情況咧就係一係咧我就揾份工去申請工作簽啦，又或者咧繼續用我嘅留學簽證延長我喺日本嘅生活。即使咧嗰時我已經考咗 N2 都好啦。以我當時嘅能力咧，我真係冇信心喺日本揾到一份工。至於繼續留學，我嗰時已經係冇能力再俾更多嘅學費，咁所以我先至會話當初嘅我好廢咯，即係我唔夠錢又勁衝動衝咗嚟日本。雖然咧我嗰時咧就有一邊返學啦，咁就喺一間香港都有嘅非常之大型嘅回轉壽司店嘅廚房做嘢啦。又喺成田機場免稅店度返 part time 啦，但係其實咧，留學簽證係比 working holiday 嘅簽證個限制係更多嘅。留學生啦，留學簽證咧1個禮拜最多打工28個鐘。換句話嚟講咧，你幾咁勤力都好啦，你1個月嗰個收入頂盡都可能係10零萬嘅，可以勉勉強強支撐到咧。我哋呢啲留學生喺日本嘅生活啦，但係真係好難去負擔到個學費。呢一個位可能又會俾大家鬧。咁我屋企人啦就覺得既然我日文都學到一半啦，咁冇理由中途先嚟放棄半窿坑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屋企人就資助咗我半年嘅日本語學校學費。通常大家嚟日本留學咧都係2年嘅，因為2年先至係一個完整嘅 course 啦。但係我自己咧淨係讀咗1年半嘅，原因就係咧我唔想再俾學費。咁所以咧我就喺我屋企人資助我呢半年裏面啦，一邊深造我嘅日文啦，咁一邊亦都嘗試去揾工啦。咁同埋都喺呢半年裏面咧，我就開咗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嘅。
因緣際會之下咧，我就好好彩揾到一份日本嘅長工啦，咁就用工作簽留咗喺日本嘅。咁其實嗰陣時我日文仍然都唔係好好，但係你返工真係好難抽到時間去溫書。咁所以咧，我嘅做法就係一邊做嘢，一邊喺工作上面用實戰嘅方式去學習。咁但係點解我會咁努力去咁搏命去考 JLPT 咧？因為日文唔好，喺日本做嘢真係好困難。咁既然我揀得留喺日本，我就要克服呢一個困難。而 JLPT 就係一個大眾好容易睇到嘅指標，咁所以我就要考好佢。但係真嘅，你只要慢慢去學日文啦，你跨過咗呢一個語言嘅障礙啦，真係唔知點解叮一聲，你成個生活就會 smooth 咗好多。我有時都會諗啦，咁如果我當初喺 YouTube 上面努力多啲啲，或者剪多啲片，我而家成個 channel 會唔會成績會比較好啲呢？但係當時咧，我係一條友啦，自己喺日本啦，最重要咧係我要點樣留喺日本啦，同埋我去賺取到一個可以維持到我生活嘅收入，要先確保咗咧，我能夠喺日本獨立生活到咧，我先至可以咧有餘力去追尋我嘅夢想。所以 YouTube 嘅發展咧，只可以放喺工作之後啦，做到就做啦。咁我知道有啲人係好叻嘅，係可以一邊做嘢啦，一邊經營到佢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但係對於當時嘅我嚟講啦，我係將我絕大部分嘅精力都係放咗喺適應日本嘅生活同埋日本嘅工作度。咁 YouTube 對於當時嘅我嚟講係一個興趣啦，即係我冇諗到原來呢件事係可以發展成為事業嘅。直到好後期真係最近啦，我先至開始諗清楚我真係想做嘅事啦，亦都評估咗自己係咪適合，係咪有可能去發展呢一條路啦，先至咧辭去正社員嘅工作，全職去搞我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所以我嘅成績係冇人哋咁亮眼，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但係又諗翻轉頭啦，我冇經歷過呢幾年嘅即係日本生活啦，我今日係冇可能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咁多我呢一個香港人喺日本嘅生活點滴。之前都有拍片啦，就講咗我辭去日本正社員嘅心路歷程啦。但係其實咧，正確啲嚟講咧，我唔覺得我今次係裸辭咯。即係如果你辭職之後咩都唔做，你去咗休息，又或者做一啲唔係賺錢嘅事，即係譬如你去咗旅行，去一個好長期嘅 backpacker 旅行，又或者去咗留學，咁呢啲就真係叫裸辭。咁我而家辭去咗正社員嘅工啦，轉去做 YouTuber， 其實 YouTuber 都係一份工，只係佢嘅收入冇咁穩定同埋比較低咯。同埋呢一份係一份睇落去好似好自由，但係實質你要比正社員嘅時候更加自律嘅工作。今次拍呢一條片嘅目的咧，係想講咧，移居日本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你資金係比較充裕啲嘅，你係有做生意嘅頭腦，你係可以就經營管理簽呢條路啦。資金比較少嘅話咧，其實我之前都拍過一條片介紹啊。就好似我咁樣，譬如嚟日本留學啦，又或者我身邊大部分嘅朋友啦，以 working holiday 嘅形式嚟到日本啦。咁但係我覺得最重點係你嚟到日本之後，點樣繼續留喺度？日本咧係有好多好好嘅地方啦，亦都有咧作為香港人難以適應嘅地方啦，亦都有好多咧你要喺呢一度生活過，你先會知道嘅困難。咁我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啦，我唔係特別聰明，亦都唔係特別有錢啦。由留學到做嘢到而家全職 YouTube 都好啦，喺呢個期間咧，我都會有忍唔住吐槽日本文化嘅時候啦，亦都會有時會對日本一啲事會覺得好掹整啊，好嬲啦。但係同時咧，我都係好感恩嘅。日本呢一個地方咧，俾咗好多咧，令到我成長啦，同埋鍛鍊嘅機會啦。咁真係嘅，你喺日本只要肯努力嘅話咧，雖然咧未必係大富大貴啦，但係至少生活係穩定啦，咁社會福利咧都係有保障嘅。我係算係幸運嘅。咁我留學期間有屋企人嘅幫助啦，咁日本語學校畢業之後，我就入咗唔同嘅日本公司啦。咁即使係 COVID 全世界都經濟狀況好差嘅時候，我都係冇失業，我都係有糧出嘅。咁到而家我同咗日本人結婚啦。但係我唔會否定，我係唔會否定自己喺日本努力過、學習過同埋成長過嘅一切。
唔知道大家喺異國生活嘅時候有冇做過一啲好大膽嘅決定呢？又或者而家對於喺異國生活緊嘅朋友，你哋覺得喺異國生活啦，最難適應嘅地方係咩？又或者最大嘅難關係啲咩呢？就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啦。無論身處喺日本啦、香港啦，定係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啦，為生活而努力嘅人咧，都係值得被尊敬嘅。咁我哋就一齊加油啦！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耶！拜拜。如果你中意我呢一條片，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俾朋友，仲可以打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更新啦。ご視聴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